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开始历代志下第33天的共读。今天邀请恩典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好，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借由牧师来向我们介绍、解释主你所赐予我们的话。求主你赐福在时间，给予我们智慧以及心中的安静，使我们能够领受主你给予我们的话中所希望我们去说、去行的事情，让我们都能够借由我们的生命来活出神你的样式。孩子这样子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阿们。好，谢谢恩典。我们今天要第3天来介绍西西家王。西西家王的意思，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昨天我们看到30章介绍西西家王他如何在北国被灭掉之后，然后能够使南北两国合一，一起过逾越节。即便在过节当中也有发生一些的插曲，但是西西家愿意为他们祷告。所以西西家对北国的渔民来招手，使南北合一过逾越节；对犯错的渔民，就是北国这些被掳剩下的百姓，为他们对他们怜悯，为他们代祷，让他们能够得到上帝的医治。还有在逾越节的最后最后就是他们一起来喜乐的庆祝，甚至全部的人一起开会决定要再延长7天的逾越节。所以让天上地下都能够充满喜乐，而且这样的喜乐呢，是从大卫所罗门一直到西西家从来没有的。所以西西家创造了一个新的，在他的年代又突破一个新的巅峰。是从大卫所罗门，我们可以看到来到一个新的高峰了。那今天31章呢，会看到西西家在于国家内政，还有在百姓当中，他所带来的改革，特别是针对在敬拜还有奉献的条例上面。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第31章。好，那我们就请恩典来带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我们先读历代志下第31章，从我们昨天读了第1节，好，那我们一样再读一次。好，从第1节读到第4节。节期完了以后，所有的以色列人到犹大各城去，击碎石柱，砍断亚舍拉女神的柱像，废除了祭坛和山丘上的神庙。他们也在犹大其他地区以及便雅悯、以法莲、马拿西境内做了同样的事，然后各自返回自己的家乡。西西家王重新组织了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在这制度下，每一个人都有特定的职责。他们的工作包括献烧化祭以及平安祭，在圣殿侍奉，在圣殿各部门献上颂赞和感谢。他又捐献自己的牛羊作为每天早晚的烧化祭，以及做安息日、每月初一和上主法律所规定其他节期所该献的祭。此外，王吩咐耶路撒冷的居民，把祭司和利未人应得的供奉带来，使他们能专心做上主法律所规定的事。命令谢谢。好，我们先到第4节。第4节，谢谢。我们看到在30章、29章是西西家王带领百姓在重新奉献圣殿之后，好的敬拜的最高峰是人民的奉献。30章看到西西家王带领百姓一起恢复逾越节，一同来守节，在节期当中能够合而为一。31章看见在节期之后，百姓自动自发的去透过百姓的力量去悔改，去来除掉一切的偶像。那这是在过去的王当中所没有看到的，所以是一种自发性真诚的行动，也可以看到是一个圣灵的充满。而第2节看到西西家重新组织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那在列王当中呢，所有会从大卫直到西西家14个王当中，会注重班次的呢，只有3个王，第2个就是大卫，第2个就是所罗门，第3个就是西西家。这当中呢，所有的王几乎都忽略，或是说没有特别的去记载。
但是呢，只有大卫、所罗门、西西家，特别是大卫，再来就是西西家。那再接下去，西西家的孙子呢，约西亚，他也很注重班次，所以19个王当中，只有这4个王会去在意这些祭司、利未人他们的班次。班次代表什么呢？代表他们就是圣殿的服事，圣殿不能让它空着，圣殿不能让它没有开门、没有烧香、没有点烛，圣殿要让它在那边有人敬拜，所以这是第一个。而第二个呢，这个班次制度呢，每一个人都有特定的职责，就是分工。所以这个分工呢，也是西西家王很看重的事情。那注重职分或是职责的王呢，就只有大卫，再来就是西西家王。其他的王的记载当中呢，没有特别提到哪2个王能够像大卫和西西家这样子的，把每一个职事祭司和利未人的职责能够规定清楚。所以呢，每一个人都分工做该做的事情，在圣殿侍奉，献上颂赞和感谢。那西西家王同样的以身作则，那包括奉献，还有每天的节期，还有安息日、每月初一，还有所规定的节期该献的，西西家他都带头以身来作则。所以西西家也吩咐他第4节呢，西西家透过第3节当中所说的上主的法律他读了律法书，透过了上主的法律，然后呢，吩咐耶路撒冷的居民应该要按照摩西的律法来做该做的事情。所以刚才讲到西西家注重班次，注重职责，现在西西家也注重律法，注重律法或者注重上主的法律的王呢比较多，大卫、所罗门、亚萨、约沙法，还有约阿斯的姑丈耶和耶大，还有亚玛谢、西西家，再来就是约西亚王。扣掉约和约大，总共有7个王，在历代志当中都可以看到他们是注重律法的王。好，接着再请恩典带我们来读，从第5节读到第10节。命令一下来，以色列人就把他们最好的礼物，五谷、酒、橄榄油、蜂蜜和其他农产品带来，也把各样东西的1/10带来。住在犹大各城的人都把他们牛羊的1/10带来，也奉献很多别的礼物给上主，他们的上帝。从3月开始，礼物不断地送进来，堆积如山。这情形延续到7月。西西家王和领袖们看见这么多的礼物，就颂赞上主，又称赞他的子民以色列。王向祭司、利未人查问为什么有这么多礼物。撒都的后代亚撒利亚大祭司回答：自从人民开始带礼物到圣殿以来，我们不但有足够的食物，而且有很多剩余的，因为上主赐福给他的子民。好，谢谢。所以从这个耶和华的律法所吩咐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第5节命令颁布之后，这个事情呢，就是大家要来把最好的礼物，包括五谷、酒、橄榄油、蜂蜜、其他农产品，而且带各样东西的1/10来。所以为什么百姓会来做1/10的奉献？是因为坚守上帝的律法。为什么坚守上帝的律法呢？是因为有这些祭司和利未人，他们按照分工职分成为百姓的领袖。那这些的职分呢，就是来自于祭司和利未人他们的班次，在他们的位置上面扮演他们的角色。所以在圣经当中，列王当中提到1/10的王有谁呢？只有西西家王，只有西西家王。其他的王呢都没有在他们的生平当中提到有关于11/10奉献的事情，但唯有西西家呢，他胜于前面的王，特别而且在这段当中呢，就提4次，在今天这章当中就有4次提到关于1/10，所以他们呢奉献的他们所有的1/10，多到一个程度，对不起，从3月开始到7月。所以这还是在指同一年哦，就是因为上一章讲到2月14号补过逾越节，然后改变月节时间，所以这从29、30、31都在讲西西家王当独立作王的头1年当中所发生一连串的事情，但是西西家呢能够在很短的时间让各样事情井然有序，
可见这并不是一个突如其来的，而是充满各样的预备。而从这3、4、5、6、7，如果是犹太，这个不是我们西洋历的3月，是犹太历的3月，好，大概就是西历的5月，好，那7月就来到了9月，好，9月、10月左右，好，所以3月呢是出产的是大麦，犹太历的4月出产是小麦，而7月呢出产的是枣子、葡萄和橄榄，所以不论是大麦、小麦，好，这一些的农作物，他们呢都将1/10，上面前面讲的五谷、酒、橄榄油、蜂蜜和农产品都来献给上主。多大的程度呢？就是大家真的认真的奉献，所以王和领袖看到这么多礼物，他们在这边颂赞上帝，甚至呢连大祭司、祭司长亚撒利亚，王就问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礼物？王说呢，自从人民开始带礼物到圣殿来之后，我们不但有足够的食物，而且这个还有很多剩余的，因为上主赐福给他的子民，所以他们并没有欠缺。即便他们的国力、他们的国家经济没有像所罗门、像大卫王那个年代这样的高峰，或是约沙法那个时代的高峰，但是呢，上帝让他们一切都福杯满溢，而且呢，让他们自己够用，还能够分享出去。所以接下来希西家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要来建仓库哦。好，那我们请恩典带我们来读，从11节读到14节。他们奉王的命令，在圣殿预备储藏室，把所有的礼物和11奉献存放在里面。他们派利未人哥南雅管理，派哥南雅弟弟示每做助手。他们又派10个利未人在他们手下工作，他的名字是耶歇、亚撒细亚、拿哈、亚撒黑、耶利摩、约萨拔、以列、伊斯玛基亚、米哈、比拿雅。这事是奉西西家王和亚撒利亚大祭司的命令做的。利未人因拿的儿子可利是圣殿东门的守卫长，他主管接收献给上主的礼物，也负责分发礼物。好，谢谢。所以因为大家的奉献非常的踊跃，而且呢踊跃到超过预期，他们的 GPD 非常的高，所以呢GDP， 所以呢这个王呢命令呢就是来建造仓库。所以从所罗门那时候有建造圣殿的库房呢，一直到现在看到希西家也做同样的事情，就是预备圣殿的库房来储放这一些上帝所给的丰盛的祝福。而这当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这一些分别为圣的利未人，所以里面所派的人呢，就是利未人以及利未人的兄弟，然后他们来管理上帝的殿，以及所委派的。好，接下来15节到19节，好，再请恩典带我们来读15到19节。在祭司住的其他地方，有下列利未人忠实地协助他，他们的名字是伊甸、明亚敏、耶书亚、示玛雅、亚玛利亚、示加尼亚。这些人把食物平均分配给利未人，是按照个人的职务，而不是按照宗族分配的。所有30岁以上的男人，每日在圣殿值班的，根据职务和班次，每人可分得一份。祭司的职任是按宗族分配，20岁以上的利未人的职任是按职务和班次分配的。他们跟他们的妻子、儿女以及其他家人都一起登记，因为他们必须准备随时执行圣职。住在亚伦后代所得的城或郊野的祭司们中，有些负责的人把食物分发给祭司家族所有的男人，以及利未族谱上的每一个人。好，谢谢。那看到希西家王，他知道如何来借重善用这一些分别为圣的利未人，不仅来帮助祭司，也帮助希西家在国家、在政治、在宗教、在圣殿上面的各样事务，所以是非常的直接，成为希西家王非常重要而且非常好的同工。而这些
这一些的守门的利未人呢，他们也按照所分发的分配的，把各样的东西不论大小都登录，做了很详细的管理，就是他们按照他们的职责还有他们的职务，所以有分班次，也有他们的分工，并且按照上帝所要求的命令和规定，让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到位，都能够如期的来发生。好，那这里讲到了利未人的2个年纪，一个是30岁以上的男人，另外一个是20岁以上的利未人。那在民数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出埃及之后，在西乃山下，上帝颁布这个律法，呼召出来的利未人，从原来的30岁工作到50岁，后来呢提前到25岁到50岁，所以利未人从25岁之后呢，就开始要成为一个实习，30岁呢就是正式的成为一个担任这样的职务的工作，所以30对利未人来说，是一个相当的成熟稳重，但是他们工作20年，50岁之后呢就可以退休，那他们就可以不用继续工作，但是一样有人照顾他们的生活，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制度当中呢，是利未人他们的黄金时期，就是从25岁预备，30岁进入，那一直到50岁的20年的工作当中，他们就是要来做好各样的圣殿的工作，而且要做好传承。那30岁按照那时候的年代，应该都是先结婚，再生小孩，然后呢才进入到圣殿当中服侍。所以18节有说，这些利未人，他们跟他们的妻子、儿女以及其他家人都一起登记，因为他们必须随时执行圣职哦。所以在我们看到在旧约当中，会幕当中，他们是要先能够成家立业那才有资格进入到圣殿，或是进入到会幕，或是进入到教会来服侍。这也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学习和参考。我们应该要先能够养好自己的家，才能够去管理上帝的家，管好上帝的家，才能够管理我们将来在天上的家。所以呢，从利未人身上呢，好像看到一个基督徒的缩影一样，就是我们可以如何被上帝呼召出来，成为上帝的长子，心中的长子，并且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好，最后2节，再请恩典带我们来读20和21节。希西家王在犹大全地做了上主，他的上帝认为良善、正直、忠信的事，他十分成功，因为他所做的，无论是有关圣殿或遵循法律的每件事，都是一心寻求上帝的旨意而做的。好，谢谢。所以这句话跟其他的上帝眼中看为正的王不一样，因为上帝眼中看为正，但是希西家还多了2个形容词，好像大卫一样的比喻。他除了是上帝所看为善，而且他还正直，而且他还忠实，或是忠信，或是忠诚。因为他在当王的1年当中，那他就借着抓紧上帝的应许和上帝的话，带给国家一个十分大的改变和改革。所以从29章、30章、31章这3章呢，历代志它就是有意要让我们看到上帝如何拣选希西家，然后在希西家他做王的初期呢，就把整个国家的基础打得非常的好。那时候他独立做王的时候是25岁，那他总共做王29年，做王29年。那在前面呢，他可能和他的父亲亚哈斯有重叠的时刻，但是圣经没有特别的清楚的记载。但是最后提到说呢，他不论是圣殿的事情，或是遵行法律的事情虽然这里跟其他前面他的前面祖先的王什么不一样呢？这里没有讲到希西家他去种田，没有讲到希西家去放牛，没有讲到希西家去挖水井，或是修城墙，或是培养多少万的军队，或是去买了什么马做了什么武器，都没有。希西家他从一开始就是忙着上帝的殿和上帝的百姓，和透过祭司和利未人。但是呢，他的国力他的国家依然强盛，上帝也让他四境平安。在这20几年当中从他做王到现在，应该有过了明天要看到32章，就是这一段期间呢一切都非常顺利，因为
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一心寻求上帝的旨意而做的。所以透过今天这段经文，好，让我们可以学习到西西家几件事情。第一个，西西家王他是一个注重班次，就是圣殿当中不让圣殿空转，所以呢，圣殿一定要有规矩，从周一到周六安息日，然后从早上到晚上，这样的班次一定都有人能够在那边来按时的上工。第二个，他是让敬拜有秩序。第二个，西西家他是注重职分的王，祭司的职分、守门这个利未的职分、守门的职分，他都分得清清楚楚。谁献祭，谁来做各样的侍奉，外院内院的，那他让分工也有秩序。而西西家王是一个注重律法的王，所以摩西的律法在这一章里面呢就提到了3次。3次按着上帝的律法或是法律，同他自己所学习的，并且他也颁布命令，要百姓遵守，让整个国家人民做事情有秩序。还有第4个，西西家是一个注重1/10的王，他知道1/10是一个领受上帝祝福的关键，所以他透过命令，但是也让百姓去经历，透过奉献1/10，经历上帝从天上敞开府库，倾福在他们当中。所以圣经的每一段，我们看到从亚伯兰开始，一直到西西家，每一个愿意做1/10而被记录的人，没有一个是因为做了1/10变得更贫穷，都是因为他们做了1/10之后，圣经还特别记载上帝怎么样子来报答他们，或是祝福他们。所以呢，让百姓他们能够生活上更有秩序，懂得先分配他们的收入，然后再来按这个收入再来做支出，先把最好的献给神，上帝就祝福他们的生活。所以今天这一章非常的有趣，但是也让我们看到西西家王他如何的从一开始到现在，在这一开始独立做王的1年当中，他如何坚定的和这一群利未人，还有利未人当中的祭司，和他们一起来同工，让这个国家进入一个大复兴的局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在西西家他年轻的生命当中，他懂得透过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外公有这个利未人的身份或是血统，以至于他能够和利未人成为很好的同工，并且来遵守上帝的话，让上帝的殿没有空转，也让上帝的圣工都有人能够来分担，并且也让上帝的话语没有落空。更重要的是，让百姓也能够用信心来先奉献出1/10，来经历上帝的祝福。也求上帝让我们看了这一章之后，能够多加的思想，能够成为一生的帮助。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恩典，谢谢大家，大家晚安，大家平安。